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essica，今日嚟到駿景園咧，介紹一個單位俾大家。呢一個係罕有三房套廁嘅單位，咁係向正東面嘅，咁啊實用面積係974尺。如果你哋咁啱換樓嘅話咧，一定要睇啦。單位客飯廳咧非常之分明㗎。如果女士們鍾意廚房嘅話咧，呢度就啱晒啦。個空間感咧非常之闊落，咁啊，仲有咧就可以呢一度有個工人房啦，咁啊連埋工人房嘅洗手間嘅，內外咧都兼顧得咧非常好㗎。另外景觀方面咧，其實呢個單位係屬於向正東面，咁望翻駿景園嘅內園景，睇到泳池，同埋呢一座數係單邊位啊。望出去咧就通爽，客飯廳咧亦都係非常之分明，客廳連接露台，冇暗角位置，光猛舒適。因為單位向正東嘅關係咧，自然光咧就好充足嘅，通風良好啊，冇壓力感。